主后2022年7月27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坚固的信仰根基。圣经，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2章14、19、19节，咱做伙来读。你着提醒大家，伫主的面前命令因，毋通为着言辞争辩，安尼做无利益，会互听的人受伤害。着真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耻、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因为即款代志会互人若无敬虔。即款的话会亲像毒疮摊开。富米乃甲腓利多嘛是即款人，因已经离开真理，讲过我的事已经过去，直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上帝的地基坚固袂摇动，顶面有刻字讲：主捌属伊的人，佮讲求主的名的人，拢着离开不义。以上原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坚固的信仰根基。捌有一段时间，逐工早起一拍开面册 ，FB 就有发现有人发出交友邀请互我。点入因的面册，会发现因的大文有一束束仔水水的图，圣经图的经文含信息。后来慢慢发现，这人根本毋是真正的基督徒，是源自中国的宗教组织东方闪电教，佮称作全能神教会的信徒。因常常透过主流教会的粉丝专页敲找基督徒，透过面册加做好友，佮慢慢派人到基督徒中间宣讲看来甲基督信仰有关，毋过却完全无共款的异端信息来宣扬因的宗教。因宣称基督恩典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进入国度的时代。有一位女基督也称作全能神，将主导这个国度时代。认真的基督徒检采真紧就会辨别东方闪电教所传的信息违背基督信仰真理，总是亲像保罗提醒的，咱着闪避粗俗无路用的话，因为即款代志会互人若无敬虔。提摩太后书2章16节。有时阵，咱伤自信，掠做家己有能力抵抗异端邪说，总感觉家己袂受吸引甲迷惑。总是异端并无容易一眼就看会透，因透过设计好的步骤，一步一步，互人掠做因讲的才是真理。所以保罗提醒爱远避荒汉无影者的空谈，以免渐渐远离上帝，陷入罪的圈套。着真力做，通互上帝看做可耻、无见效的工人，正确解说真理的道。保罗劝勉提摩太，身为上帝的工人，着正确讲解真理，毋通传讲错误的信息。耶稣基督的国我是基督信仰的重要核心。东方闪电教虽然也讲恩典时代，好像因还相信耶稣基督的国我，总是因却搁较强调国度时代，意思是因所高举的女基督要取代耶稣基督。保罗讲，因已经离开真理，
讲国外的事已经过去，直到一寡人的信仰完全倒坏。对这通看到错误的信息，会互原本想要追求信仰的人信心动摇，离开上帝。上帝地基坚固，袂摇动。信仰的根基应该是建立伫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透过伫十字架顶的死，对死国外，互人得到新的生命。这样的根基是坚固、袂动摇的。假使咱所接受的信息毋是伫这根基顶面，无论伊是出自倒位，也是倒一个人的喙，咱拢着小心分别，因为错误的谬论会互人远离上帝。默想，我捌接受到是是而非的信息，也是信仰言论无？我会分辨查核真假无？我是毋是捌传播错误的信息无？我捌接受到是是而非的信息，也是信仰言论无？我会分辨查核真假无？我是毋是捌传播错误的信息无？做伙来祈祷，上帝啊，求你互我有对你遐来的智慧，互我会分辨倒一寡是符合真理的信息，倒一寡是荒唐无影食的空谈。愿我一生会行伫你真理的道路，永远无离开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